憂慮關稅戰令通脹重燃，美國減息機會增加。今個月香港銀行亦都跟減定期息啊。不過環球股市咁動盪 ，cash is king 嘅講法再現，做定期仍然係最有效嘅保本工具嚟嘅。亦都有銀行無論長期啦或者係短存期，仍然提供緊唔錯嘅優惠㗎。AMTV 即刻速遞今個4月中旬嘅港元定期存款最新優惠資訊俾你。睇落去之前呢，記住用2秒鐘撳返讚好同埋訂閱，支持我繼續為大家更新啊嘛。4大銀行方面，恒生銀行嘅息率咧就按兵不動。特選客戶網上新資金定期優惠，3個月同埋6個月嘅定期維持喺3.2厘嗰度，而常規嘅網上銀行優惠方面咧，3個月同埋6個月仍然係3.1厘，門檻都係新資金1萬蚊以上。而匯豐嘅定期息率咧，亦都未有特別嘅變動㗎。卓越理財專上同埋卓越理財客戶網上以新資金開立3個月嘅定期息口咧，就係3.2厘，其他客戶咧就做緊3厘。而6個月息率咧，亦都維持喺3.1至2.9厘嗰度。而匯豐兩款達到10厘嘅特別優惠，亦都持續啦，包括外幣兌換後嘅定期優惠，兌換等值1萬以上嘅港元之後，做7日啦或者係1個月存期嘅年利率，最高可以享有10厘啊，同埋4.5厘嘅。另一個咧就係加入咗交易匯，並且完成最少1項股票交易，開立1個月定期年利率咧都可以享有10厘㗎。同樣起存額只係需要1萬港元啫。中銀香港經網上銀行或者手機銀行開立3個月同埋6個月定期，最高分別咧可以有2.9厘同埋2.8厘。有兌換現有外幣資金需求嘅朋友咧，就可以留意中銀特優港元定期7日同埋1個月嘅優惠，分別係做緊8厘同埋4厘㗎。客戶需要透過兌換現有嘅外幣資金，開立最少5萬蚊嘅定期。而未有中銀戶口嘅你咧，就可以考慮1個月達到4.8厘嘅開戶優惠，需要用手機銀行輸入推廣碼開戶之後，用新資金1萬至10萬蚊開立呢一個定期嘅。而家咧鎖定6個月嘅存期，可能都比較着數喎。渣打銀行網上新資金定期優惠6個月嘅定期息口咧，仍然係做緊最高㗎，享有3.1厘，而3個月咧就係3厘，12個月咧嘅息口就有2.8厘，起存額全部都係1萬蚊港元。其他銀行嘅特別高息優惠亦都有延續，包括咗虛擬銀行 Mox Bank 1個月10厘嘅定期。新客戶用指定邀請碼開戶，並且喺開戶起計7日內開立7.5萬蚊或者以上嘅1個月定期，計入咗0.88厘嘅基本定期年利率，同埋581蚊嘅現金獎勵之後，佢嘅年利率咧係達到10厘咁高㗎。另外有意開立新戶口咧，亦都可以留意以下2款3個月達到5厘嘅全新客戶優惠㗎。講緊嘅咧就有工銀亞洲新客戶，透過手機銀行 e 開戶，以1000蚊至10萬蚊港元開立3個月定期咧，就可以享有5厘嘅年利率優惠嘅。而建行亞洲合資格嘅新客戶咧，透過 e 帳戶服務開戶，並且填妥網上登記表格，首10萬蚊咧就可以自選其中一項高息優惠㗎，包括咗1個月存款期6.68厘嘅年利率啦，或者係2個月5.28厘，或者係3個月4.8厘，起存額咧全部都係10萬蚊或以上。另外，大戶專屬嘅建行亞洲全新私人財富客戶嘅5.58厘，同埋全新貴賓理財客戶嘅5.38厘優惠咧，亦都繼續有。起存額分別係要500萬蚊或者係100萬蚊。同樣首10% 嘅新資金享有5厘以上嘅息率，其餘90% 嘅新資金咧就係浮動定期利率嚟嘅。平均計落嚟3個月存期大概咧係享有3.5厘左右嘅。接下來咧4厘嘅選擇咧就唔係咁多啦。創興銀行客戶透過分行以指定貨幣兌換成港元，並且同時開立定期存款，3個月咧就享有4厘，起存額係20萬港元起。其他銀行較為貼近4厘嘅選擇咧，有花旗銀行、花旗私人客戶業務或者係 Citigo 嘅新客戶開立投資戶口，並且持有或者係轉入投資產品等值1萬美元或者係78000蚊港元之後，最高可以享有3.9厘嘅年利率㗎。華僑銀行宏富理財客戶透過分行以港幣10萬蚊或者以上開立3個月定期咧，就可以享有3.38厘，6個月同埋1年咧就有3.2厘同埋3厘嘅。
想做舊資金，可以繼續選擇富邦銀行。喺手機 Apps 開立3或者係4個月全期嘅定期，都享有3.35厘；2個月同埋6個月咧就享有3.25厘；1年全期咧亦都有3.1厘㗎，同樣都係50萬港元起存。東亞銀行全新顯卓理財同埋全新顯卓私人理財客戶開立3個月定期咧，可以享有3.3厘，起存額最低係由10萬港元起。而另一個虛擬銀行富融銀行咧，新舊客戶以新舊資金辦理3個月啦，同埋半年定期，同樣都有3.3厘息嘅，1年就有3.1厘，1蚊咧就可以起存嘅啦，勝在門檻夠低同埋夠彈性。總括嚟講啦，雖然1個月同埋3個月嘅個別定期優惠仍然都係比較吸引，包括咗匯豐同埋 Mossbank 嘅10厘優惠，但係其他高息優惠咧，大多數都需要做咗外幣兌換或者係新客戶開戶。而6個月同埋12個月全期嘅定期息率咧開始追貼，想趁再度減息前鎖定高息嘅你咧，就不妨考慮一下啦。最後提醒大家，每個定期存款計劃咧，可能都有佢特定嘅要求㗎，記住睇清楚條款細則，或者直接向銀行問清楚先至做決定啦。資訊欄有持續更新嘅文字版，click落去連結就可以睇到更加多定期優惠嘅資訊㗎啦。呢條片幫到你嘅話咧，記住撳返讚好同埋訂閱我哋 channel。我哋下個月嘅定期優惠再見，拜拜！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